歡迎翻到嚟福岡食乜好，由朝早食到夜晚系列。如果大家嚟緊會去福岡旅行，而家揾緊酒店嘅話，一定要留意今集內容。我會帶大家去一間近博多站，size唔算太細，比較新嘅酒店，再去埋酒店隔離嘅博多運河城行下街食下嘢添。喺之前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每一條片都係用心製作㗎。好，我哋而家出發。我哋今集由博多站出發，我而家去緊呢間 Rooms Hakata Premium 咧，就喺博多站博多口嗰邊出，行大概7分鐘就到㗎啦。咁我而家去緊嗰間酒店，呢一間酒店咧唔算太舊嘅。咁佢除咗近博多站之外咧，其實行去織田神社啊、博多運河城啊，都係好近嘅。咁啊，亦都揀中咗佢呢個位置啦，所以我今次試下呢一間酒店。其實係一條大直路咁行過去嘅啫，沿途有幾個路口，幾個斑馬線位啦。推住行李好似我咁咧，就比較辛苦少少，亦都俾大家感受下，如果推住行李覺得嗰個經過嘅路會唔會話好麻煩？博多站博多口一條直路行7分鐘左右，就會見到呢間 Starbucks， 見到一個指示牌，搭 lift 上 L check in。如果大家由織田神社站行過嚟呢間酒店，就只需要2至3分鐘就到㗎啦。不過我自己又唔想由博多站再轉多一個站，所以我就選擇由博多站推行李過嚟。我覺得睇返天氣啦，除非落大雨或者天氣太熱，如果唔係我都覺得接受嘅。check in 同 check out 嘅時間咧就下晝3點同埋朝頭早11點。今日咧我就3點鐘 check in 嘅。lift lobby 咧就唔係地面嘅，就要上咧 L 層。一出 lift 咧，我感覺到咧個樓梯係好高嘅，好開揚。個裝修咧，無論天花、牆身、地板咧，都融入咗咧博多傳統工藝落去嘅。個感覺咧有摩登又有和風。酒店房咧就分佈於喺5樓至到14樓，而我今次 book 呢間房咧就係21平方米，屬於咧雙人床房嘅。咁我覺得呢間房咧個 size 唔錯啊，仲可以兩邊落床，仲有個梳化區同埋餐台仔可以食下嘢。我咧就 book 咗咧大概1300蚊左右啦。咁最平咧我見過咧就1100蚊都有嘅，而旺季我亦都見過咧超過2500蚊以上㗎。我哋一齊嚟參觀下呢間房啊！入門口嘅走廊位都非常寬闊，開2至3個篋都絕對冇問題啊！洗手間嘅基本用品全部都喺晒洗手間嘅櫃桶裏邊，大家唔需要再特別去 lobby 嗰度攞啦。廁所 size 算合理嘅，不過就冇提供浴缸，得 shower 啫。呢啲設計咧反而啱晒有長輩同埋小朋友同行，唔使攬上攬落嘛。而衣櫃裏邊咧有提供衣架、夾萬、燙衫板同燙斗，設備都算幾齊全啦。我哋去睇睇個小吧台有啲咩先。雖然喺呢度冇即磨嘅 capsule 咖啡，不過佢呢度有咧滴漏嘅咖啡包同埋綠茶可以沖嚟飲，都唔錯啊。雪櫃嘅 size 又唔算大，不過足夠咧就放少少生果夜晚去食嘅。房間仲有提供睡衣添，總括呢間房間提供嘅用品都算多㗎。不過始終咧佢都唔屬於最平嗰種酒店類型，所以用品多少少都合理嘅。呢間酒店咧有提供到大浴場嘅，開放時間咧就分2段時間，朝頭早6點到朝頭早9點，而下晝嘅時段咧就下晝3點到凌晨1點。位置咧就係 lobby 嗰層嘅。我今晚決定食完飯就去浸下啦。我哋睇完房間就搭 lift 落大堂，睇下有冇咩特別嘢先。喺酒店大堂嘅尾端見到仲有提供製冰機、汽水機、微波爐同埋洗衣機添。其實我幾中意有洗衣機啊，雖然未必洗完會重複着，不過洗完乾淨啲、衛生啲，pack 翻香港都唔錯啊。仲有部即磨咖啡機，朝頭早可以飲杯咖啡先出發，正啊！酒店嘅基座咧，仲有幾間非常有人氣嘅餐廳啊！
最勁嘅當然梗係地面嗰間麵包鋪啦，朝朝早都排長龍啊！之前我都拍過片，有興趣嘅睇翻啦。酒店嘅早餐咧就應該喺呢間餐廳嗰度食嘅，我自己就冇食過啦。有人食過嘅留言話俾我知好唔好食啊！除此之外咧，酒店基座仲有幾間唔同類型嘅餐廳嘅，有食牛腸鍋啦，有食 omakase 啦，總之早午晚餐都有選擇俾你啊！喺酒店上下都逛完啦，就出去睇下有咩好行先。我而家由 Blossom 嘅 Hakata Premium 咧就行過嚟博多運河城，實測下要幾耐。行去運河城2-3分鐘就到噶啦。途經見到間好人氣嘅麵包店，入去睇下先。呢間夫婦麵包店最出名嘅梗係明太子發包啦。麵包嘅外皮又酥脆，明太子牛油嘅內餡又濃郁，唔怪之得由朝到晚都咁多人排隊啦。我而家身處咧就喺折田神社附近嘅博多運河城。呢個商場近呢幾年咧不斷有裝修，加入一啲新嘅鋪頭。我今日就帶大家一齊快閃博多運河城。因為一開始就先講下博多運河城嘅交通先啦。如果你搭車嚟博多運河城咧，你喺博多站博多口行過嚟咧就行10幾分鐘左右啦。如果你折田神社站行過嚟咧，就3分鐘都到噶啦。不過呢兩個選擇咧，都係只係會到博多運河城嘅後門，要兜翻嚟前門咧都要行兜個大圈嘅。如果你想由正門口入，又或者你個人咧本身喺中洲附近咧，其實你喺屋台嗰邊行過嚟咧，講緊咧都係幾分鐘嘅。所以如果你喺中洲村端附近，或者啱啱食完屋台行過嚟呢個博多運河城咧，反而係最快嘅，幾分鐘就行到噶啦。我身後邊咧，你見到一條人工嘅運河，由朝頭早10點到夜晚10點咧，中間咧會有唔同嘅時段咧，會有個 fountain show 表演喺度嘅。去到夜晚咧，再加埋啲激光，好靚噶。出邊就睇到差唔多啦，我哋而家就行入商場望下啦。由水池嗰層行入去，就係商場嘅 B1 嗰層。如果你中意扭蛋咧，一定要嚟 B1 層。呢度咧有個勁大嘅扭蛋區，哇，好多扭蛋機，入去睇下先。點解我咁興奮？因為你一入到去咧，你會見到成千部嘅扭蛋機，個畫面係非常之震撼啊！啲機咧排到密麻麻，你每行幾步咧，就會見到唔同嘅主題，例如高達、海賊王、鬼滅之刃同埋其他唔同嘅動漫。仲有呢度嘅扭蛋機定期都會更新。即係你每一次嚟咧，都會有新發現啊，同埋有時會有啲限定產品，只會喺呢個場先會扭到嘅。總之要你行得入去，點都要放低啲先行到翻出去啦。好，我哋冷靜少少，講完扭蛋區咧，我哋行過少少就到夾公仔區啦。呢度咧係 Bandai 嘅自家出品嘅最新機種，有啲咧就大隻嘅毛公仔，有啲咧就見到限定版嘅 figure， 同埋好有人氣嘅模型，仲有啲咧哇好巨型嘅攬枕啊，非常多種類啊！呢度仲有好多部經典嘅街機遊戲，總之你中意打機，呢度夠你玩幾粒鐘啊！行過少少，仲有啲好嘢見到喎。見到呢度仲有 One Piece Game 卡嘅官方商店，有最新嘅卡牌，仲有限定版嘅卡組，仲可以即時同玩家對戰。中意海賊王嘅朋友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度啦。如果你係動漫迷，尤其是係高達迷，一定要嚟呢個南館嘅1樓，因為呢度咧有個 Gundam Base Fuuka 專賣呢個 Gundam 嘅模型啊。如果中意買運動服裝咧，一定要去南館1至3樓，因為成3層咧專賣運動服裝嘅，分門別類，分得好細緻，好好行嘅。呢間 Elven Fuuka 咧係屬於九州咧最大嘅運動服裝專賣店啊！
3層商場咧，佔咗差唔多成9000幾平方米，真係好大。佢主要分咗3大類：球類運動用品、戶外活動用品同埋高爾夫球用品。指示都好清晰，包你唔會蕩失路啊！無論你係啱啱學高爾夫定係已經係專業嘅球友，都一樣買到你想買嘅嘢，因為呢度全層嘅1樓都係高爾夫球用品啊，多到黐咗線。2樓應該係最精彩嘅一層啊，因為最受歡迎嘅球類活動用品都喺晒呢一度啊。唔同種類嘅球類活動分門別類喺晒唔同嘅區域，而每一區嘅裝修都有佢特別之處。例如籃球專區俾你試籃球鞋嘅地板，裝修到同 NBA 球場嘅地板一樣，係咪好極致呢？去到足球嗰區仲厲害啊！你會見到好多釘鞋、球衣、波鞋，乜都有啊 ！Mizuno、Nike、Adidas、Puma、Asics， 所有品牌你都見到啊！仲有啊，英超、西甲好多球隊嘅球衣呢，你都可以喺度買到㗎。講翻籃球專區呢一邊 ，NBA 啲球衣分開東岸同西岸咁分啊，一定揾到你想揾嘅嘢。去到3樓，全部都係戶外運動用品、露營啊、行山啊，所有用品乜都有啊，超過80幾個品牌，8000幾件貨任你揀啊！喺北館嘅5樓咧，本來有一區咧係叫拉麵競技場嘅，不過喺2025年嘅8月咧就 close咗，重新裝修，去到2026年嘅第一季咧先會開翻。我啱啱行咗過去咧，就仲未開翻嘅，咁有機會再拍俾大家睇啊！去到 Center Walk 嘅1、2樓咧，2層咧都好多鋪貼喺度嘅，好多好人氣嘅日系品牌咧都喺晒呢度，有排大家行啊！當然點會少得我哋去日本旅行一定會掃貨嘅松本清啦。去到北館嘅3樓同4樓咧，2層咧都係無印良品，亦都係好大間，好好行嘅。呢個品牌就無需多介紹啦，淨係想講呢度有埋間無印 cafe， 行到攰可以坐低食件 cake， 飲杯咖啡添。去到北館嘅4樓咧，就係呢個美食層嚟噶啦，好多唔同種類嘅美食都係有齊晒嘅，有韓國料理啦，有定食啦，有居酒屋啦，有壽司啦，咩都有，仲有沙煲添。呢間超人氣嘅天婦羅店，我本身好想試，不過排晒長龍啊，下次再試過。最後決定試食呢間專食烏冬麵嘅餐廳啊！買嘢食嘅流程咧就有少少似快餐店㗎。你揀選咗自己想食嘅麵之後，你就攞盤攞餐具，佢整完之後你就一次過攞埋啲嘢食翻台食啦。佢仲有好多天婦羅咧，就俾你追加嘅。佢哋自家製嘅烏冬麵條咧非常油韌啊，又好滑溜啊！個炸牛蒡咧炸到脆卜卜，都幾有口感嘅。塊牛肉就普普通通啦，一夾就散收收，有啲似我哋香港嘅平價肥牛啊。最失望就係個天婦羅啊，全部整定凍冰冰嘅，我連影都冇影到啊！可想而知咧，全間鋪頭最出色嘅咧就係個烏冬麵條同埋個湯底，其他配料咧我只可以話合格咯。連住商場隔離 Grand Hyatt 嘅基座有20幾間嘅餐廳，影都影唔晒嘅。大家有機會去望下，有冇自己啱食啊？好食同唔好食都留言話我知啊！旅行 shopping 最緊要梗係退稅啦。你喺商場買滿咗5500 yen 嘅貨品，就可以去到退稅櫃台進行退稅噶啦。最後我覺得博多運河城又有翻吞 show 睇，又有得玩，又有得買，有咁多嘢食揀，我覺得點都值得嚟一次嘅。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內容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下集見。